第一台国舰国造的畅水艇海鲲号，早起由军啊只拖船，甲拖离开码头，伫海面来闪动，要拖到台船的所在地来倒装备，甲进行着后续的测试。为着要亲目睭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刻，真侪军事媒一透早都来号位要来翕相。头一台国舰国造潜水舰海鲲号完整的船身已经被公开，缩写画面会使看到有几啊台拖船，有用杀的，有用扭的。和海鲲号离开码头，伫水面上慢慢啊伫行，调整方向了后入去台船的所在。边啊除了有几啊只船伫引导，有警艇戒备。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没有看过台湾是第一艘这支潜舰嘛，没有看过要裸体的潜舰，那一般潜舰都是泡在水面一半嘛。码头的工作人员无用伫作业，悬的所在有几排军事迷，摄影器材已经超好势啊，就是要翕历史性的时刻。蛮新鲜的这样子对，因为昨天它这边都挡住了，对，今天的话这样出去，整艘船都看得蛮清楚。大家做伙记录台湾头一代潜水舰的进度，毕竟为零到有，每一步拢无简单。测试啊，是潜舰在它成军之前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它一定要通过。即马海鲲号总算公开啊，就为了后一个阶段，就是要进行安装装备甲测试的项目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